主機、電源式配器、連接本不可用水清洗和消毒。如需清潔，請在關機狀態下，只能用乾淨濕布清潔。其他部件使用前後請清洗消毒。建議搭配小白紅星空 UV 消毒控乾櫃進行消毒。組裝方式：擰開3通主架下的3通密封蓋，將乳防罩豎向裝入3通接口，壓到底確保連接緊密。將吸力直膠裝入3通上方圓孔內，壓緊吸力直膠，邊緣凹槽包覆住3通邊緣，使其緊密貼合。再蓋上上蓋，使上蓋壓入吸力直膠上端圓孔內。將閉氣閥安裝在3通內，閉氣閥對準3通下方圓柱，按到底使其緊密接合。將奶瓶擰入3通底部，擰緊使其不掉落。取出連接本配件，將連接本一邊插入3通上蓋圓孔內，另一邊連接到主機進氣孔，確保兩者緊密結合。蓋上防塵蓋，奶瓶放在奶瓶底座上。使用時請取下防塵蓋，收納時請蓋上防塵蓋。隱形杯組裝，需要單獨購買選擇合適的隱形杯乳防罩，將閉氣閥裝入乳防罩接口，壓到底確保連接緊密。將隱形背倒奶口膠上對齊扣合，再按壓下部邊緣，使其緊密貼合。將吸力直膠裝入隱形杯上端圓孔內，使吸力直膠凹槽邊緣包覆着隱形杯圓孔邊緣，使其緊密貼合。再蓋緊吸力直膠蓋，使吸力直膠蓋壓緊直膠。將連接本一邊插入到主機進氣接口連接本，另一邊插入吸力直膠蓋接口處。吹乳模式，長按左側開機鍵，機器進入待機狀態。待機狀態下，短按貓鍵，選擇吹乳功能，默認1級吹乳。如需調節力度，可滑動右邊旋鈕進行增減，1到6級可調。吸乳模式，待機狀態下，短按貓鍵，選擇吸乳功能。如需微調吸力，可滑動右邊旋鈕進行增減。吸乳模式時，可短按 Frequency 鍵開啟體感調節功能，再滑動右邊旋鈕調節所需頻率，1到5級可調。吸乳模式時，可短按 Sync Cycle 鍵切換同步吸乳或交替吸乳。吸力調節，在吸乳模式下，短按 Expression 鍵開啟吸力微調節調節單位。正負1按 HG， 再滑動右邊旋鈕進行調節。排空模式，待機狀態下，短按貓鍵，選擇排空功能，默認1級排空。如需調節力度，可滑動右邊旋鈕進行增減1到5級可調。時間調節，在吹乳吸乳排空模式下，短按 Time 鍵，滑動右側旋鈕進行調節。短按 Time 鍵開始倒計時，再次短按 Time 鍵可直接從倒計時調整為正計時。使用後請將所有本機相關的配件拆卸並清洗乾淨。充電說明：請勿使用非原廠電源式配器或不相容的適配器或劣質適配器，會造成本機或適配器損壞。將電源式配器插入主機插口，再插入電源插座上。主機充電時，當前電量顯示閃爍；主機充滿電，電量顯示常亮。母乳保存須知。本表適用於足月健康嬰兒，僅供參考，詳情請向醫院詢問相關資訊。母乳解凍後會膨脹，請勿將奶瓶或儲存袋裝滿，需預留1/4的膨脹空間。解凍，為避免母乳中的營養成分流失，請將冷凍母乳放入冰箱冷藏室解凍，或將儲奶容器置於流動的溫水中解凍，水溫不宜超過攝氏37度。問題1：在使用泵奶機時感到疼痛。解決方式：請熱敷乳房5分鐘後再進行使用。請將泵奶機級別從 Level 1慢慢調大，並找到適合自己的吸力頻率來使用。上述如無法輕鬆吸乳，請停止使用泵奶機，並諮詢醫護人員。問題2：無法運作。解決方式：如插上電源式配器仍不能正常工作，請與當地經銷商或指定維修點聯繫。問題3：吸力很少或沒有吸力。解決方式：請依照組裝方式步驟重新組裝吸奶器，請確保吸力直膠閉氣閥組件、連接本等部件完全密合，連接插頭兩邊固定插入吸奶器隱形杯上的孔以及主機相應孔內。檢查吸力直膠閉氣閥組件是否有破損。當使用單級時出現冇吸力，請檢查另一側的氣孔塞是否安裝到位。問題4：吸力調大吸不出母乳。
解決方式：乳頭請對準罩杯內孔，先用低檔位進行吸乳，同時請放鬆心情。問題5：主機停滯。連續使用過程中，可能會因為震動使氣閥閉合不暢而造成主機停滯。若出現此情況，請輕拍搖晃主機，使其恢復正常運行即可。